2026年3月13日，四旬期第3週星期五，主題：如此接近，卻仍在門外。你只需要愛。呢句說話你一定聽過，披頭四唱過，全世界都跟住唱過。但係連佢哋自己亦都冇能力一直走埋一齊，就好似今日嘅福音裏邊嗰一位經師，離天主的國不遠。佢哋感覺到真理，佢哋唱出真理，但係感覺到真理唔等於活出咗真理。我哋亦都常常講，冇愛，人生就冇意義。但係我哋所講嘅愛到底係乜嘢？乜嘢係真正佔據你嘅時間、你嘅精力、你嘅選擇？嗰一個就係你真正所愛嘅。如果大部分嘅時間都俾咗屏幕，就唔使講你愛邊一個人。如果你幾乎從來都唔祈禱，就唔需要講你愛天主。先知歐瑟亞對一群人講話，佢哋信賴自己雙手的作為，佢哋唔覺得自己拜偶像，佢哋只係將生活圍繞喺其他嘅東西嚟到安排。我哋真係有唔同嗎？我哋唔再雕塑神像，但係我哋打造事業、明星、平台，慢慢我哋亦都向佢哋低頭。你會成為你所敬拜嘅。如果你敬拜成功，你永遠唔能夠安息；如果你敬拜別人嘅認可，你永遠都冇安全感；如果你敬拜掌控，你永遠都無法真正信任。偶像答應俾你自由，最後就會帶嚟焦慮。有人問耶穌，最大嘅誡命係乜嘢？耶穌毫不猶豫咁樣回答：你要全心、全靈、全意、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，亦都係要愛近人就如你自己。唔係兩條誡命，係一個方向，向上愛，向外亦都係愛。從呢一個角度講，你只需要愛，咁樣係冇錯。但係聖經裏邊嘅愛唔係口號，唔係感覺，唔係一首歌，佢係一個決定，一個承擔，一個付出。愛天主就係要將佢放喺第一位，愛近人就係要願意將自己交出嚟。嗰一位經師喺理智上明白咗，耶穌對佢講：你離天主的國不遠了，不遠，但係仲未進入，因為知道係唔等於去愛。愛唔係講出嚟，而係要生活出嚟。我哋好多人亦都係咁樣，我哋唱愛，我哋寫愛，我哋拍愛，我哋引用愛，但係就未有真正去按照愛嚟到生活。只要愛仍然停留喺口號當中，停留喺概念，停留喺語言，而未有變成行動，未有變成順服，未有變成交付，我哋就仍然都係如此接近，卻還在門外。